好，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，今年5月台中的捷运去互工地吊杆陷着，结果造成1个人死亡，14个人受伤的事故。代志发生到今，要满3个月了。有真侪公民团体甲政党伫今仔日是做伙来开记者会，因要求台中市政府着要公布所有的调查资讯。台中市府报告避重就轻。今年5月，台中捷运发生刑副发吊手落伫车轨，造成1死14伤，公安意外。代志发生到今，要届满3个月，真侪公民团体齐备再起召开记者会批评。台中市府办的重大事故调查报告，伫7月2号提交台中市议会了后，一直拢无上网公开内容。公民团体透过市议员处理报告了后，才发现规份报告是旧的，佮重新讲，台中市府根本都无负起监督责任。台中市政府呢，在作为最终端，一方面对于中捷公司它的风险管理负有监督责任，二方面对于新复发建案的施工也负有监督责任。另外，公民团体认为这是系统性问题，捷运4号位涵建范围工程设施的规范无完备，安全检查也无彻底落实。尤其意外发生了后，竟然用51分钟才找到事故的罹难者，而且涉及死亡的命案现场，安全计得到都是应运。那我们为什么容许一个在这个事故的原因都没有做调查、做分析以前？就可以冲出的一个恢复营运。公民团体强调，会继续推动连署行动，要求台中市府公开所有资讯，一直到重大事故真相厘清。目前已经有30个公民团体、4个政党，甲超过450个个人联署。那到中昼截稿为止，台中市府拢无对此来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